公馆呢出王巷，係台灣清早開發的油礦廠，也係全世界第二個噴發響嘅油井，也具備豐富嘅天然氣，也帶動嘅貿易公館呢總頭屯產業發展。台灣礦廠嘅資源減少，出王巷社區也台灣沒落嘅，咁有機會個反應好來。台灣記者陳俊明、馮陽山向下去當地來討論。喺某些公司可能也反映，見到也不冇。都係喎，主要建議你等分散睇嚟個較冇限度。人人嘅風吹下歌。就是嘅錯嘅啲圖上學搖啊搖嘅，長行嘅鳥台排到鬼木凳嘅，特別充滿嘅幸福嘅路步，順到爛爛寬寬嘅轉亞，無人帶嘅空屋，知道唔當冷清，上幕都嚟講推表啲日嘅身上。一下開礦村、兩村以前出光開礦，因為人口嘅外流以後，兩村就變到一村啦，一村以後。工業社會，鄉下也係將也係鄉下冇工廠嘅咩，所有後生嘅就要搬出去。視察見過台70年前快速道路，高天天嘅再生塔、墩地、漂流海河壩順，當中提升人客出王巷多位，但路看得到嘅油井、老墩油設施，喺樓梯架角，一隻嘅係石油嘅身體。一河壩就有一期、兩期、三期。4期、5期、6期井有6。但係呢隻河壩就6期井。是啊，河壩都往嗰山、嗰東東佢有一期井。哦，按多期井，就日本時代就按多期井。唔知道呀，總共變頭山檔，挨來還有40人期井。睇到油井經驗公園順，當天嘅老人都結束，頭擺啲社交健身，使唔使就來到出王巷這條路？對規則嘅出王巷嘅採油歷史，最講清了解。現實係安尼，不過也有用磚的啦，用安尼印盤的印的用磚的，佢就較下後，雙座也安尼哦，安尼是的，也一隻太黏的，國來過去個用有還有太黏的，哦，冇當厝啊來一隻磚，嗰陣用墩安尼。早期嘅全部用墩。早啲145年前，清朝時代，有啲公館出王巷地區喺龍海河壩渡做發現做啲社會油料。第177年，更加正式開業嘅工作，變做喺台灣開發嘅氣候油井。更加喺排啲美國民主背後嘅全世界第一個本人發現嘅油井。從1號井到前年準備開業出來嘅147號井，從開業石油到生產天然瓦斯，800年來，出王巷對台灣嘅能源事業做得係當重要嘅角色，你對產業嘅發展有當大影響。1970年開，出王巷生產天然氣，充足嘅油氣，為貿易玻璃、廢液、皮料、石油化工一條產業一天天延伸，但將喺貿易地區嘅裝飾陶瓷產業，當然就為台灣帶來幾下10億元嘅貿易收入。即係講冇出王巷，就冇貿易幾樣事嘅好講見。我睇話，佢全部冇講起嘅呢。漲價，全部冇講嘅咩？但係橋路先生來到中油嘅宿舍區，看下個業都係越經驗變到落落確確嘅數錯誤嘅，呢度都係橋路先生後生時節親手裝修嘅。一下比賽有差唔多10棟宿舍，日本人同台灣人一起練的，嗰個單3檔行嘅嗬，佢有10個棟哦。跟所以你去多人的喂，
你睇個團有多富人㗎啦？哦，這樣是有千多下8個戶，還唔止，8個戶有啦。我不講下天主還冇買油，一冇牙齒，我哋就享受牙齒，個有天嘅，我哋按部頭辦呢嘢係乜個就有變天樣。出王巷嘅開採，見來見有規模高效，擴張嘅技術研究係陸續嘅國家嘅第二代。規則出王巷沙區，出嚟講係呢度係熱。像個流浪啊，安尼路網嘅就有偏頗，幾片安尼看得過來哦，唔會差啦，像小香港一樣啦。哦，所以因為流浪嘅天風。係啦，難錯。你做乜阿點按到天風啦？佢路電咩？當做路電下來。係啊，上下也有人過去做生意啦，工作有日些有夜些夜班嘅啊。日到暗都有人做事啊。有日嚟出王巷狂潮，一群人合行啲車車嘅台牌殼，一隻潮阿伯再度講嘅流浪兔，上路應該鐵記錄，老路橋嘅溜輪，當場講得佢當橋嘅歷史。一條流浪兔，成日嘅嘢追得嚴格勞工期專業，對於富權嘅居民嚟講，行緊係日常生活最好嘅牌。假使講人講有乜個賣嘅，人都開到流浪頭，流浪頭一直坐流浪下，一直開到個公茶嘅茶站上巴士自己賣咗嚟要揾到個東西嘅時候，要中央買米，要買到個菜，仲要我哋嘅啊，要啲啊開始要坐流浪上。本身做菜天嘅車種橋，閒時讀書就坐流浪上下山，無天插在一樣嘅熱款，本期後來因熱多種要出王巷狂潮嚟服務。68個也少公司低下啦，喺冇少公司可能也費用，而見到也不冇。千多年嘅時間，有2000人個嘅學生嘅嚇，有900加減減嘅就會400人嘅，即係開礦出礦2000就一隻學校就會有400隻學生嘅。下課嘅出礦國小嘅草很多嘅都係小朋友教了嘅小生，表示俾到學生嘅人數嘅增加。出礦國小都細微擴建嘅2倍，前面辦到一片。不過出王巷已經過將近8世紀嘅開採，天然雅士霹靂一笑，員工一件辦出現，人口大量外流，發的教業已經看唔到當時嘅鬧熱景象嘅。86年間，人家公館上開礦革命小學，學生嘅學生數能囤到24歲，也主要係人口外流。囤到老人家，因為後生人都有本地就冇辦法生存，因啲外地做條路。也出王巷沙區有呼吸的人口，但將存到394歲，其中有將近一半係60歲以上嘅老人家。面對出王巷唔繁榮嘅，一片嘅未來更有轉機係。想是當然先想，不過可設價嘅能力是冇辦法。咱唔講嘅發展，咱目前講嘅觀光事業按現來講，按設價是冇辦法吧？唔咱要我發展也我要一睇一個資金來，咱有辦法嘅開發咩？等聘人聽數係需要研發呢。開礦國小3.2期望一個研發，幾年前佢哋就開始設計轉型，希望透過多元化嘅教學，來避免俾人變教非教嘅危機。學習嘅場所。從教室移到教區，甚至帶到校外做各樣嘅種教學。開礦上面嘅小學生態當豐富，老師帶領下做一個生態嘅教學，個人做演出、做爬山，小朋友在活動中能夠學習各方面嘅知識。當然是研讀開礦國小既然變做係苗栗創業嘅特色學校。好所以人目前。本地學生正同到13，但外地有8個鄉鎮，從頭份、頭屋、後龍、苗栗、公館、石潭、太湖、銅鑼，有106個學生嘅外地入來享受人家開礦嘅革命小學教學。
學校做係一個社區嘅縮影，學校成功嘅轉型經驗，係咪做到複製到出黃下社區呢？但係關於對歷史文化遺產嘅重視，喺90年代，出黃下礦場嘅工業設施也受到公部門嘅注意。2007年，苗栗縣政府就用文資法、用文化景觀區來保存礦區嘅風貌，同時喺未來2-3年度，我開發變做地方重要嘅旅遊景點，包括它的建築啊，包括有形、包括無形的文化資產，我們都要把它收集起來。啊，所以以後人家進到我們出航坑這個地方來以後，人家看到的是完完整整的整個中游的發展史。對公部門要加入當地嘅資源，社區還係充滿了期待。母雞帶小雞樣政府來發展起來，地方人就來大幫村做到生意本一度地方就慢慢的看，有啲後生嘅退休嘅後生嘅也好，看慢慢的會肥料嘛呢嚇，讓繁榮地方起來呢。當然我哋要做到生意啊，睇翻我從中講過，係啊，人潮來到我哋飲啲食，錢冇穿到，我投入用我弄得。錢冇穿到，實帶來麻煩，也係呢度旅遊景點嘅居民社會，可能也係出黃坑嘅旅遊前期。然下只為到礦區嘅流浪兔，也係成立個昂嘅做社會，留居民之間根本冇任何嘅互動。居民也係老員工，留礦區所發生嘅故事，一盲食本人客認識。唔過一到啲未來計劃度，實某一天本人上到考量落去。只要當地的居民願意跟我們做這樣一個配合，我們公部門也非常願意說，把這些私有的土地，只要願意跟隨着我們開發的腳步的，這樣的有意願的像這個民眾，我想我們會納入整體的開發的，從整體性來看，用整體性來開發。也係公部門的規劃，最主要方向係指鎖定啲硬體設施嘅裝修，少歷史文獻也係口述歷史。對於老莊頭之間嘅串聯，居民老人客嘅互通關係，甚至係為了一樣把經營維護，沙漠做馬嘅計劃，一樣單點式嘅保存案，未來係未做一個發展出黃坑嘅繁榮，所以講係無人啲。唔過做得確定嘅係，希望單車保存礦場設施，沙漠注意到人活老莊頭嘅發展，生命嘅故事就唔會延續下去。摩天車都將留下一條落實機械畫面天天。因為天然資源減少，也常常沒落嘅出黃坑，前主要問題就係工作機會過少，人口如大量外流嘅。不過睇台灣安尼嘅情形，也唔係特別得利嘅。嗰度總頭路希望觀光是的大部分地方行嘅現身。不過我哋可能會問自家，居民、社區也公部門係咪準備好嘅，也係需要認真思考同計劃嘅。